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江法师，是尊贵的藏德古鲁佛系的弟子。我们刚才就跟大家分享了马明菩萨所著的《上师50颂》的第8颂。那现在这一节呢，就开始跟大家分享第9颂。那这里再重复，就跟大家说一次，就是我们的就是所根据的这个教本的是马明菩萨的上师50颂，但是在写论释的这个就做解释的呢是格西阿旺达杰，我们会根据的是英文的一个读本来跟大家做解释。好，那这一节跟大家分享是第9颂。第9颂我们先给大家念一下，就是英文的内容。原文，那其实也不叫原文，原文是藏文。好的，第9。You should have full expertise in both land fields, skill in the drawing of mandalas, full knowledge of how to explain the tantras, supreme pure faith, and his senses fully under control. 那这个就是第9颂。气正圆满实真如，善达事业曼达拉，能明密咒相论满清诸根悉净安。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上师呢，他应该能够掌握内外的10种真实，那总共是就是内实真实和外实真实。那他能够掌握绘画坛城，就是曼达拉的技巧，他能够去讲解密续的一个全面的一个他就能够他掌握了去讲解密续的一种完整的一个知识，而且呢，他对于自己本身的这个信仰是非常是至高无上且纯净的。加上他的感官呢是完全受到控制的。那这是怎么解释呢？接下去的我们再给大家解释。He should possess the 2 sets of 10 qualifications, as mentioned in the Guru Puja. These 20 things are the 10 externals and the 10 internals that the highest yoga tantra guru should possess. A Vajra guru of the lower tantra needs only the external 10. The internal 10 are not necessary. Although if he does possess them, it's all well and good. It's important to be familiar with these various qualities. 这个讲是说，这一个上师他应该能够像上师会供里所形容的那样，掌握2套的10种资格和10种特点。那这20种总数加起来，这20种资格或者特点呢，它是一个巨量的序部上师所应该要具备的。那就是那比较就是我们讲比较低的那个密续上师呢，他其实只需要拥有外实真实就好了，他不需要拥有内实真实。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是有的话，当然是很好。所以呢，我们既然要知道一个好的上师应该拥有什么特点，所以当然就要去明白一下这一些特点是什么东西。那接下去我们会给大家就解释一下这特点是什么。那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那个所谓比较低级的一个瑜伽，所谓低级瑜伽也不是并不是就是意义上就是表面字面上的低级，它讲的主要是因为瑜伽我们知道瑜伽有分成4部嘛，它有4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那所谓的比较低级的其实就是主要是4部和行部的上师。那4部和行部的上师呢，他其实他掌握呢，他只需要拥有外实真实，而不需要拥有内实真实。那如果是高级密续，我们讲的就是包括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呢，那他就必须拥有内外双实都有。那我们跟大家来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内实真实 ，the 10 inner qualities。
The ability to visualize protection's will and can eliminate interferences. Protection wills are visualized just outside the mandala, and the mere sight of it is enough to terrify negative forces. 那内实真实，我们刚才说内实真实呢是就是高级密续或者是瑜伽部或无上瑜伽部的上师所必须具备的，四部和行部的上师就不是必然或者是必要去具备这个特点。所以说内实真实的内容呢，可能就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那但是还是跟大家可以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好，那刚才就说的是，刚才第一条呢讲的就是他拥有能够观修护人和除障的能力，他能够观修护人在怎么说呢，就在坛城外，而且这样的上师呢，他只需要就是一眼，他瞪一眼呢，他就能够把所有的一些负面的能量呢都把它赶走。这是他的第一个能力，第一个特点就是内实真实的第一个特点，拥有观修护人和除障能力，而且只需一眼就能够吓走负面的能量。那第二个特点呢，就第二个真实，第二个内真实是什么？他要有 the ability to tie protection knots， 那他要有能够绘制或者是和加持捆绑护身结的能力。那这些是一些就是有特别训练过的上师他们所会的。第三个特点呢 ，skill in conferring the base and secret initiation, that is the first and second initiations, which plants the seed to receive the Buddha's form bodies。这个就是这个上师呢，他必须拥有的第三个内真实特点，就是他拥有传授宝瓶灌顶和秘密灌顶的一个能力。那所谓的宝瓶灌顶，或者说叫瓶灌顶或者秘密灌顶，指的是第一和第二种灌顶。那第二种灌顶的特点，它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种下成就佛果摄身种子的怎么讲？它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种下成就佛果摄身的种子。好，那第四个内真实是 skill in conferring the transcendent wisdom and word initiations, that is the third and fourth initiation, which plant the seed to receive the Buddha's wisdom bodies. In the fourth, the word initiation, the disciples are mad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Yuga Nada, or great meaning. 那第四个内真实呢，就包括他这上师呢必须拥有能够传授智慧灌顶和圣意灌顶的技巧能力。那也就是说，他拥有能够传授第三种和第四种灌顶的能力。那第三种、第四种灌顶，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目的是能够种下成就佛果法身种子。所以总共有4种灌顶。第一就包括就是瓶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和圣意灌顶。那这4种灌顶，所以一个好的一个怎么讲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上师呢，他必须掌握这些技巧，而且在这个所谓的这第4个灌顶或者圣意灌顶里面呢，他要就是这位上师呢要有能力让弟子明白什么是大双运。那这些东西，这个内容，如果说你本身是密续的一个弟子的话，可能你就会明白。那如果不是的话呢，那现在先稍微有一个认识，那以后再去了解。第5个内真实 ，skill in separating enemies of Dharma from their protectors, after which those enemies are eliminated。那第5个内真实呢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上师他能够去把让我们佛法的敌人跟他们本身的护法分开，那或者用一些比较那个字眼，就是能够让敌视正法的人跟他们的护法分开。那上师必须有这样子的能力。
那让这个敌人跟他们本身的护法分开过后，然后再去消灭这些敌人。第六项内真实 ，skill in making sculpted tomas and the offering ceremonies。那他必须拥有能够去雕塑赌马和献供能力。Skill in reciting one trust, both verbally and without uttering words. That is mental recitation, such as found in the Vajrayogini practice. Mental recitation is very profound and usually taught only during the giving of a tantric commentary. 第7项内真实呢，就包括它能够进行语诵或者是译诵。那语诵讲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念诵心咒的方式，就是用嘴巴来念诵心咒。那译诵呢，是在心中去观修心咒。那在金刚瑜伽母修持中就有译诵这回事。那这个是一个很深入的修持，通常只有在传授密续的一个的解释释义的时候才会传授译诵。那第8项内真实 ，skill in the wrathful ritual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do this, the initiation must be taken properly, the words of honor kept purely, and the deity actualized correctly. 这个就是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的上师呢，他必须拥有能够去实践，去实修威猛仪轨的能力。那为了要能够怎么讲呢？为了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仪轨呢，他首先必须能接受了灌顶。接受灌顶过后呢，他必须能够接受灌顶当然是必须要很如法的接受灌顶。然后呢，他必须能够去遵守他灌顶后的一些承诺。然后呢，他能够正确的去实修他的本尊修持。那只有完成以上这些呢，他才能够进行这所谓的威猛仪轨。那第9项内真实呢，是 skill in consecrating holy objects，讲的是能够为佛像做开光散柱的仪式。第10项，所谓开光散柱的仪式，其实我们说我们每一次就是迎请了一个佛像，那我们就必须请本尊让他融入那个佛像里，让他不断的前来融入了佛像里。那其实呢，那就是请佛留在我们的佛像里的意思。这一个上师呢，他应该有这样子的能力去为佛像做开光的一个仪式，开光和散柱。第10项内真实 ，skill in self-initiation, offering mandalas and so forth。那第10项内真实呢，他必须拥有能够进行自入灌顶，能够献曼达拉供等的一些技巧。所以这个刚才的这些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内实真实。内实真实的主要是给那些就我们要在怎么样的上师身上找到内实真实呢？就是那是高级密续，就是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那一个简单来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瑜伽部或者无上瑜伽部的上师，他想你要是这样子的上师，有一个上师的话，他必须拥有内外10种真实。那刚才讲是内真实。好的。那接下去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外真实、外实真实。那外实真实主要是我们刚才讲，必须掌握，就是上师必须掌握外实真实的上师呢，是那种所谓可能就是用一级密续或者是四部和行部。用第一级其实这个字不是那么恰当，主要讲四部和行部的密续的上师呢，他必须具备的条件。好，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外实真实。The 10 external qualities are skill
Skill in visualizing, drawing, and constructing mandalas of deities。那第一项呢，第一项外真实呢，就是他拥有能够观想、能够绘测和建立本尊坛城的能力。那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本尊它都有自己本身的坛城，坛城里面有坛村里面的尊，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多杰雄灯的话，多杰雄灯它本身有它自己的坛城，它坛城里呢有它的有它的多杰雄的舞步啊，有它的就是它的眷属等啊，这些就是坛城。那这一位就是四部行部的上师呢，他必须能够观想，能够绘画，能够去建造坛城，他必须有这样子的能力。第二项外真实呢是 skill in single-pointed concentration on meditation deities。那他拥有能够去对禅修的一个本尊一面专注于生活他的能力。那这一个是就是基本上就是他在做本身在做自己的禅修的本尊修持的时候，他心是不散漫，是能够专注在一个点上面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第三个 ，knowing how to do mudras correctly。这个一个四部行部的上师呢，他是能够正确的去结各种手印的，以正规的方式根据自己的传承来结各种手印的。Skill performing ritual dances， 能够去进行仪式舞蹈或者仪轨舞的。第五项 ，skill is sitting in Vajra posture and the half lotus as well。他能够结金刚跏趺坐，或者是半坐，或者是半跏趺坐。Skill in mantra recitation， 能够念诵经咒。那讲的当然就是跟四部行部两个序部的一个行咒。Skill in making fire offerings， 能够修火供。Skill in all the other offering ceremony， 能够去进行其他的供养的一个仪式。Skill in the rituals for subduing enemies of the Dharma, the teacher, and sentient beings who always harm sentient beings。他掌握了就是能够去降服佛法啦、上师啦和众生的敌人的一个仪式。简单来讲，就是能够去降服魔障力员的仪式。就一个上师，我们佛法上常常遇到敌人，佛法啦、上师啦、众生啦，都常常遇到敌人。那一个好的上师呢，他是能够带领我们去，或者他本身就有这样子的本事呢，去降服这些敌人。Skill in concluding ceremonies, the Buddhas and deities invoked in front of the beginning of practice should be made to return to their former place from where they were invoked, although some may be made to dissolve into the images。第10项外真实呢，就包括就是他能够总结仪轨，他拥有总结仪式的一个能力。一般上我们在进行仪轨的时候，或者是刚进行某一些仪式的时候，我们第一项做法就是开始迎请诸尊降临。但是既然迎请了，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自然就会请本尊或者是护法回到他们原本来的地方。那也有一些情况下呢，我们会请他融入我们的佛像里。那这一位上师呢，因为就是我们要找寻的上师，就是四部行部的上师呢，他必须有这种能力完成这一些。好。在这个就是这个解释这个论释里面呢，后来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 ，How can we know if the guru has these qualities and qualification？ 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得知？我们怎么知道一位上师是否具备这些特质和资格？那其实言下这些是应该是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本身没有这种能力，我们没有这种知识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上师是拥有这些资格的？那仁波切就回答说 ，Actually,
if the guru is really an authentic teacher, most of the qualifications would be known because of his reputation as a learned lama and great practitioners. But you yourself can understand after you have examined him properly. As I mentioned before, you should cultivate a guru about whom you can confidently think, if I take this teacher as my guru, my faith won't degenerate later. When your faith in him is resolute, you can cultivate that teacher as your guru. 那刚才问题是说，我们怎么得知一个上师是否具备这些资格或者特质？那我的回答其实就是，那事实上，如果说一位上师他真的是一位具格的上师的话，那他的许多资格呢，他应该是大家早就知道的。那因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是一个这样好的上师，他应该就享有一个有学问的上师的一个伟大修持者的一个声誉。那即便你不知道，那在你认真去检查之后呢，也会知道。他讲，就像之前说过的，我们要建立上师的，要跟一个怎么样上师建立关系的，要跟我们要建立关系的上师呢，是那个我们必须对他非常有信心。我们能够去，当我们心里的想法是，如果我把这一位上师视为我的上师的话，那我的信念是不会退转的，是不会退失的。那如果说我们对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心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将这个上师视为自己的上师。那其实刚才说的就是，从第7颂开始，7、8、9，我们就是在讲，要避免的上师，就是要避开哪些上师避开哪一些上师，或者是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的上师。那第7颂里面列出来的呢，是我们应该避开的上师身上所有的特征，那就包括骄傲啦，包括很爱就是浮夸了，包括很爱愤怒啦，没有慈悲心啊等等的。那第9和第10呢，第8和第9呢，那就开始就跟我们讲，第8讲的是一般的特质，一个好的上师一般上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那第9呢，讲一些特别的一些特点啊，那是比较知识性的。他就必须拥有内外10种真实，就是的能力。那我们讲一下第8，回顾一下第8的一个就是看怎么样的这个特点。那第8呢，主要讲的是上师本身在身语意上，他必须是得到良好的控制的。那就是简单就是说，在身语和意上，他必须是有道德和有素养的。一来他不用身体去伤害他人，也不见浮夸的动作。那二来他是在语言上呢，也不会说三道四，就是对别人进行伤害。那在意上面呢，他其实要避免3种就是意的不善。所以心态应该是非常纯正，而且是有足够的智慧的。而且他必须拥有3种耐心，能够忍受别人的伤害，能够忍受困难，能够在听闻这些很深奥的佛法的时候，其实不会感到害怕，而且必须非常公平、非常公正，也不应该隐瞒自己的缺点，而且拥有很大的慈悲心。那是第8颂，那是一般的一些特质。那到了第9颂，那个就比较复杂一些。那就是说，他上师一个好的上师必须拥有内外10种真实。那其中呢，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的上师，他必须掌握内外10种真实。但是所谓比较低的虚的一个上师呢，就是4部跟行部的上师呢，他只需要掌握外真实就好。所以接下去看在第9颂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就是一一的去列出了什么叫内外10种真实。内真实其实就是能够观修护轮和除障的能力，能够绘制和加持护身节。第3呢是能够传授宝瓶灌顶和秘密灌顶的能力。第4呢，他拥有能够传授智慧灌顶和圣意灌顶的能力。那第5呢，他是能够让敌视正法的人跟他们护法分离的能力。第6呢是能够雕塑赌马和献供。第7呢是能够掌握语诵和译诵的。第8呢是能够去实行威猛仪轨的。那第9呢，能够为佛像开光，善助就做仪式。
第10呢，它能够自入灌顶，能够现满达拉，它拥有这样子能力。那这是内十真实，那外十真实呢，就是一般四部行部的上师都必须掌握的。那外十真实是10项，包括1拥有观想绘画建造诸尊坛城能力；2能够对禅修本尊一念专注以摄我他；3能够结各种手印；第4能够做一式舞蹈；第5就能够做金刚加趺坐或者是半加趺坐；第6呢是能够念诵4部和行部2序的心咒；第7呢是能够修火供；第8呢是能献供其他的作品，能够献供其他的供养。那第9呢是能够掌握降伏佛法上师和众生敌人的仪轨。那第10呢，它是能够总结仪式，就是我们请了佛诸尊过来降临之后呢，在仪式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把他们请回他们原本的地方，或者请他们融入我们的佛像里。那这就是总结了刚才就是我们在上师身上应该要找寻的一个特点。好，来到这里呢，我们第9颂呢就算是来到尾声。那接下去应该最跟大家分享是弟子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好，那结束之前呢，一样我们再做一个圆满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使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后，显明至尊上位名称是，说是佛法生要诸圣教。我愿世持菩提圣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愿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智果位。愿我生子善根力，速地成就上师国，一切众生尽无余，皆应安止是佛地。愿弘扬中他巴，法王正法理则记，则悉障碍之征兆，一切圣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此相属2之语，其愿上位名称佛，教法有如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时吉祥，一切世众皆吉祥。我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遍十方，上位教法聚光照3月，众生未尽其境恒常住。好的，谢谢大家。